1999您好，毕信阳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1999唔好，小相养，当欢喜为唔服务。1999唔好，小相养，当欢喜为唔服务。杨小姐您好，用手机唔好，用手机唔好。我家外面的路口有个坑洞，我看我背嘅路後有一隻虎的，我看我背嘅路後有一隻虎的。我兒子開農業搬運車，我那也是農業搬運車，我那也是農業搬運車，經過跌倒受傷了。經過嘅時間，撒來跌倒挫傷誒。經過嘅時間，撒來跌倒挫傷誒。這個坑洞啊，影響到我們的安全。要造富的，影響到愛豆嘅安全。要造富的，影響到愛豆嘅安全。大家常說，千里平路，好跑又好走。人講啊，千里平路，好走又好行。人講啊，千里平路，好走又好行。一個坑洞，跌倒會要命啊！一隻虎的跌倒會輸人命哦！一隻虎的跌倒會輸人命哦！了解，這邊立即為您反映。了解，這邊嚴時並反映。了解，這邊嚴時並反映。請問您貴姓？怎麼稱呼？請問松香，樣板稱呼。請問松香，樣板稱呼。我叫彭滿妹，愛安多彭滿妹，愛安多彭滿妹。彭小姐午安，彭師午安，彭師午安。請問坑洞在什麼地方？請問幾隻虎的體內位的？請問幾隻虎的體內位的？在香學街1號這邊。地香學街1號鴉片，地香學街1號鴉片。香學街1號，香學街1號，香學街1號。哎，是的。請問它是在路中間還是路邊呢？係啦。請問佢係喺路東昂，也係路順呢？係啦。請問佢係喺路東昂，也係路順呢？在路邊的地方。地路順嘅角位，地路順嘅角位。好的，可以稍微描述一下坑洞的大小嗎？好，做得太要嘅講一下我府嘅大細麼？好，做得太要嘅講一下我府嘅大細麼？差不多一個籃球那麼大。差唔多有一點籃球咁大。差唔多有一點籃球咁大。請問知道大概的坑洞深度嗎？請問啲我府大概也有幾層咩麼？請問啲我府大概也有幾層咩麼？深度大概30公分吧。深度大約30公分樣誒。深度大約30公分樣誒。彭小姐，方便留下您的聯絡電話嗎？好，彭師做得留下你嘅聯絡電話麼？好，彭師做得留下你嘅聯絡電話麼？我的電話是0123456789，我嘅電話係0123456789，我嘅電話係0123456789。好的，這邊會為您通報處理。好，也俾我同報處理。好，也俾我同報處理。請問處理完之後需要通報給您嗎？請問處理後愛同匯報嗎？請問處理後愛同匯報嗎？好的，小姐，再麻煩回電給我啊。好，小姐，再麻煩回電話俾我下。好，小姐，再麻煩回電話俾我下。彭小姐，案件已經為您登錄。好，彭師
安全基金并等6。好，旁5是安全基金并等6。跟您确认一下，同确听一下，同确听一下。您反映的是想学街1号的路边，反映的是想学街1号的路顺，反映的是想学街1号的路顺。有一个大约篮球大小的坑洞，有一隻籃球大細嘅wolf，有一隻籃球大細嘅wolf，深度約30公分，需要做修補。深度大約30公分，需要來補平。深度大約30公分，需要來補平。案件編號您要記錄下來嗎？案件編號唔會記錄下來嗎？案件編號唔會記錄下來嗎？没关系，莫要紧，莫要紧。再麻烦请相关单位尽快处理啊！再麻烦请相关单位较急的位来处理。再麻烦请相关单位较急的位来处理。好，请问还有其他市政业务可以为您服务的吗？好，请问还有配合市政业务合同服務嘅嗎？好。請問還有配合市政業務合同服務嘅嗎？啊，没有啦，谢谢你哦，莫嘞，按自些哦，莫嘞，按自些哦。没问题，谢谢，祝您顺行愉快，再见。冇問題，按自些，總順行愉快，將來了。冇問題，按自些，總順行愉快，將來了。